聖經士師記6章36節，基甸對神說：你若果照着所說的話，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嗱，呢一節聖經咧，當然係未曾講完嘅，有下文嘅。神要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。基甸好審慎嘅喺神面前求印證，佢話若果係照你嘅話，要我去拯救以色列人。嗱，呢度俾我哋見到一個好重要嘅因素。基甸，我相信佢唔係唔信，因為神真係應許佢，真係向佢俾一個嘅印證。我相信佢唔係唔信，但係佢願意知道清楚係神嘅旨意。嗱，呢度咧好緊要嘅，就係話我哋心中嘅態度，信同唔信。你真係信，但你想求印證，呢個係寶貴嘅。如果你唔信，要求印證，呢個係多餘嘅。求主幫助我哋，真係有一個相信嘅心，依靠神，行他的旨意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